你有冇發現香港有窮人活得特別攰？你對身邊所有人都有求必應，寧願委屈自己都要將最好嘅嘢留俾屋企人。你做事對得住天地良心，甚至逢錯一失誤都會去裝香拜佛。但偏偏你嘅人生處處碰壁，付出換嚟嘅往往係冷漠、背叛同埋嫌棄。每當夜深人靜，你望住天花板，心入面嗰重酸楚同不甘心就會衝上嚟。點解我對人咁好，個天好似完全睇唔到？如果你覺得呢句說話講中咗你，請你留低聽我講完，因為今日我會揭開一個埋藏咗2500年嘅殘酷真相。原來一直以嚟唔係你命苦，而係你用錯咗一重會將疏又好運推開嘅十罪頻率。身邊總有啲人，或者就係你本人，明明心地善良，一世人做足本分，甚至寧願委屈自己都要生存別人，但偏偏人生處處碰壁。每當夜闌人靜，你一個人攤喺張床度，望住天花板，心入面嗰重酸楚就會衝上嚟。點解我對人咁好，換嚟嘅係冷漠同背叛？點解我付出咗咁多，個天好似完全睇唔到？我見過太多帶住呢種委屈咁生活嘅香港人，佢哋嘅眼神入面，總係充滿住對呢個世界嘅不解同埋無聲嘅控訴。真正嘅鬼命唔係用香油錢同神佛做交易，而係停低你內心深處嗰重極度嘅匱乏感。好多人以為只有我對人好，搏命付出，對家庭毫無保留，甚至每逢初一十五去黃大仙或者車公廟裝香拜佛，老天爺就會保佑我，身邊嘅人就會感激我。呢個係我哋由細到大被灌輸嘅常識，叫做好人有好報。但如果我話你知，你若係帶住想被認可、想被愛或者求回報嘅心態去付出，你身上散發出嚟嘅頻率就要會將所有好運同真心推開。你以為自己喺度中間善人，以為自己係一個無私奉獻嘅好人，但其實喺宇宙嘅法則入面，你只係喺度勒索緊身邊嘅人同埋個天。你每一句我都係為你好，每一筆添落香油上嘅錢，背後都暗藏住一個巨大嘅價錢牌。呢種顛覆常識嘅真相，一開始聽落去可能覺得好唔舒服，甚至有啲刺耳。但請你靜低心聽我講落去，因為當你跌破呢層自我感動嘅幻象，你人生嘅死結先有機會真正解開。佛經入面有云：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呢句來自《金剛經》嘅經文，其實一早已經將宇宙嘅頻率法則講透。用廣東話講，就係話，如果一個人幫人或者付出嘅時候，心入面冇任何企圖，冇記掛住自己付出咗幾多，冇預期對方會有咩反應，佢得到嘅福報先會係最大嘅。原來當你一計較我為你做咗咁多，你點解咁對我？或者係企住我拜咗咁多神，點解仲未發低？你嘅福報就係嗰一秒鐘全部清零，因為住相本身就係一重極度匱乏嘅低頻能量。我識得一個單親阿媽叫琴姐，琴姐大半生都喺深水埗一間舊式茶餐廳做水吧，由朝早6點企到夜晚10點收檔。佢對手因為長期斟水周晒皮之餘，仲有關節炎，每逢翻風落雨都痛到入心。佢老公好早過咗身，佢一個人咬緊牙關養大個仔。佢每個月出糧，第一時間就係將大半分量注入個仔嘅戶口，幫亞仔供緊嗰層將軍澳嘅私樓。每逢初一15，琴姐無論幾攰都一定會搭車去廟拜神。佢跪喺蒲團上面，口中念念有詞，求菩薩保佑我個仔生性，保佑佢揾到份好工，保佑佢將來好好孝順我，等我老來有得依靠。琴姐覺得自己好偉大，為咗個仔，佢10幾年都冇買過一件新衫，日日飯鞋都係食茶餐廳賣剩嘅頭頭尾尾。但係現實又點樣？個仔由一開始嘅多謝，慢慢變成敷衍，最後甚至變成厭煩。有晚琴姐見天氣轉涼，特登買咗靚花膠同烏雞，企喺個極細嘅廚房熬咗幾個鐘老火湯，然後裝6部溫壺，搭大半個鐘港鐵去將軍澳揾個仔。當佢滿頭大汗咁撳完門鐘，個仔打開門，第一時間唔係叫阿媽入去坐，而係黑口黑面咁懵懵話：阿媽，你可唔可以唔好嘥日無啦啦上嚟，介唔好辣上嚟？我返工已經好大壓力，你想點啫？你煲呢啲湯我都冇時間飲，你俾嘅嘢根本唔係我想要。嗰一刻，琴姐企喺屋村長長嘅走廊度，冷氣吹過，手上個壺熱湯好似變成咗一嚿冰，一直凍入心入面。
佢返到深水埗舊價格幾尺嘅湯房，望住神台上面未入嘅紅果，喊到崩潰。我究竟做錯咩啊？我一生人冇做過一件配事，日日拜神求佛，點解個仔要咁對我？點解個天要咁對我？佢覺得自己係全宇宙最委屈嘅人，覺得神佛根本就冇開眼，就好似你喺地鐵站見到有人想出閘但八遞通付錢，你好心幫佢刀咗卡。如果個個人轉過頭講句多謝，你會覺得好開心，但如果佢頭也不回咁走咗，你心入面就可能會覺得好嬲，覺得早知唔幫你啦，真係冇禮貌。點解會有咁大落差？因為你嘅幫忙其實係一場明碼實價嘅交易，你用啲蚊去買佢嗰句多謝，同埋自己做咗好人嘅優越感。又好似你阿媽生日急送俾你，嘴你講住食多啲啦，但如果你唔食，佢就會發脾氣話我煮得咁辛苦你都唔留情。琴姐對個仔嘅愛其實亦都係一場巨大嘅交易，佢用盡一生嘅心血去買個仔嘅孝順，用佛法嘅因果邏輯去拆解呢件事，其實好殘酷，但亦都好真實。帶着匱乏與期待去付出，就會形成索取與控制嘅業力，最終感召冷漠與逃避嘅果報。當你內心覺得我唔夠愛，我好慘，我為咗你犧牲好多，我需要你感激我，你發射出去嘅就係一重極低頻嘅匱乏電波。宇宙接收到嘅唔係你嘅善良，而係你嘅窮同埋貪。你越係渴望被愛，你嘅付出就越沉重，對方就越覺得窒息。業力嘅反作用力就係對方會用逃避同冷漠嚟退開你呢種隱形嘅情緒勒索。燒香拜佛都係一樣，如果你帶住我添咗香油，神佛就要保佑我嘅心態，你其實係喺度同高維音量討界雲嘅。你以為嘅犧牲同偉大，其實係一重包裝得好靚嘅自私，唔係你冇人愛，係你太想被人愛，逼到身邊一人連透氣嘅空間都冇。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唔使答我，答自己就好。你試過無論點努力付出，身邊人都當係理所當然，甚至嫌棄你咩？如果你都試過呢種感覺，喺留言區話我知，我會睇每一個留言，因為我明白嗰種被最親嘅人辜負嘅痛，真係好入心。琴姐以為唔係一切都係佢今世唔好彩，係個仔唔贏。但如果我話你知，琴姐呢種越扣越失落嘅命運，其實就喺2500年前嘅古印度就已經寫好咗劇本，而嗰個劇本入面嘅主角甚至比琴姐付出得更多，死得更慘。你會點諗？想象下你手上有一個舊式收音機，但係你條天線一直指住港台嘅頻率，然後你大力咁拍打部機，怪部機點解播唔出你想聽嘅歌？你覺得咁樣係咪好荒謬？你肯定會話，梗係啦，騰買都唔呃，點會收到音啊？但係點解放落自己人生度，你又會覺得帶住滿心嘅焦慮、恐懼同埋索取就可以喺宇宙度玩到愛同埋好運啊？你日日喺度抱怨命運對你唔公平，其實只係因為你從來都未試過將自己嘅生命填線調校到去正確嘅頻道。點解有人好似開咗外掛？唔係因為佢好彩，係因為佢嘅心念頻率同宇宙共振。好多人以為命運係一重積分制。只要我勤力做嘢，做好人，捐錢做善事，逢年過節去車公廟買個最大嘅風車轉個大運，我嘅福報積分就會累積。當積分夠咗，個天理所當然就會派個大禮包俾我，例如升職加薪，或者就係雷霆教廷話呢個係好多香港人深信不疑嘅生存法則。但宇宙嘅運作邏輯從來都唔係計積分，而係計共振動，只係計工作。當你咬緊牙關，充滿執着咁去求一樣嘢嘅時候，你以為自己好誠心，但其實你散發出嚟嘅底層頻率叫做恐懼。恐懼自己得唔到，恐懼自己得唔到，恐懼自己會失去嚟還錢。可能係因為恐懼病痛，你對仔女好，可能係恐懼勞來無依。用恐懼嘅頻率去求好運，就好似用火去淋花一樣。你越用力去求，嗰重匱乏嘅氣場就越會將所有美好嘅事物推開。你以為自己喺度從善因，其實你只係喺度放大緊自己嘅不安。佛經入面有云：因無所住，依生其心。呢句來自《金剛經》嘅說話，其實就係最頂級嘅屌頻說明書。用廣東話講，就係話你個心唔好掹住任何目的，唔好綁死喺任何結果上面。
用一種完全放從一無所求嘅狀態去散發你嘅善意。原來當你唔再執着於我做咗呢件事會有咩回報嗰一刻，你嘅頻率先至真正由匱乏切換到豐盛，真正同高緯度嘅宇宙接通。將時間推返去3000幾年前嘅古印度，當時佛陀喺舍衛國講經，就發生過一場極度震撼嘅頻率實驗。當時有一個非常有錢嘅和尚，叫做不陀，佢為咗求得來生嘅福報同埋今世嘅極大名聲，特登用咗無數嘅黃金，買咗幾萬盞最頂級嘅酥油燈，點滿咗30個乾晶石。不陀着住最華麗嘅絲綢，行路都抬高個頭，心入面不斷盤算住：我今次捐咗咁多金幣包咗全場嘅燈，佛陀一定會最保佑我下世一定可以做國王，所有人都要仰望我。佢嘅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住強烈嘅企圖心同埋對回報嘅渴望。同時間喺精舍出面嘅街角，有一個叫蘭陀嘅孤人貧女，佢全身上下得2個銅錢，連一餐飽飯都食唔起，身上沾滿灰塵。但佢見到大家都在點燈供佛，心入面生起咗一重純粹嘅歡喜，冇求任何回報，冇諗過下世要做咩，只係單純地想用自己僅有嘅2個銅錢買一盞最普嘅油燈。燈油當老闆笑佢2個銅錢點買油啊？但見佢誠心到眼底發光，就勉為其難俾咗半盞最劣質嘅油佢。難陀點着咗嗰盞微弱嘅小優特，小心翼翼咁擺喺附上幾萬盞豪華大燈嘅最角落頭。佢冇求富貴，冇求名利，只係雙手合十，心入面默默話願呢少少光明可以照亮其他人嘅黑夜。去到背陰暗，去到半夜，一陣突如其來嘅狂風吹過精舍，附上不陀嗰幾萬盞用盡心思點燃嘅大燈，竟然喺一瞬間全部被風吹熄晒。唯獨是蘭陀嗰盞最唔起眼，有亮最少嘅小優特，喺狂風暴雨之中依然燒得好麻，甚至光芒萬丈。佛陀嘅大弟子目犍連見到天光，想用神通吹熄佢嚟收拾場地，但吹到面紅耳熱，甚至動用咗全身嘅法力，盞燈都係紋風不動。佛陀見咗，笑住話：呢盞燈就算你傾盡4大海水都淋唔熄，因為佢係用無求嘅大悲心點着嘅㗎。富商不陀睇到呢一幕，當場崩潰大喊，面容扭曲。佢覺得佛陀變心，覺得個天盲咗，自己傾家蕩產居然比唔上一盞幾毫子嘅爛燈。佢帶住極大嘅怨氣、憤怒同委屈過完嗰世，而佢嗰個充滿執着同索取嘅靈魂，就係頭先同你講過係將軍澳鋼鐵渣喊到崩潰嘅單親阿嫲琴姐嘅第一世。2500年前佢求名利求唔到，2500年後佢求仔女嘅愛一係人落空，因為佢嘅貧難，生生世世都鎖死喺我要回報嘅死結入面。就好似你喺公司見到個同事日日加班 OT 到凌晨，逢親老細生日就送大禮，搏晒命想升職，但老細偏偏升咗另一個平時準時收工，但做嘢心冇旁騖，從來唔會生日計較自己做多做少嘅同事。你以為老細唔識睇人，其實唔係嗰個殺日 OT 嘅同事，全身都殺，發住一重你一定要睇到我付出，你唔聲我你就係對我唔住嘅逼人氣場，令人覺得好有壓力，甚至想避開佢。而真正開愛過嘅人，從來都唔係動作最用力嗰個，而係心態最放鬆嘅嗰個。用佛法因果邏輯去測解，你就會明白呢個世界嘅運作機制其實極度精密，毫厘不差。執着要結果嘅行動會累積焦慮與索取嘅業力，最終咁肇事與願懷嘅果報。當你越想捉緊一樣嘢，你嘅肌肉係緊繃嘅，你嘅能量係堵塞嘅。宇宙唔係聽你把口講我好慘，我付出咗好多，俾啲好運我啦。宇宙係直接感應你嘅心念頻啊！你心入面有幾多求不得嘅匱乏同恐懼，就會為自己引嚟幾多失去同被辜負嘅災難。富商不陀付出咗萬貫家財，因為帶住貪念同比較心，無謂嘅係熄滅嘅燈同埋生生世世嘅怨恨。貧女蘭陀只付出2個銅錢，因為一無所求，徹底放縱，反而接通咗宇宙最龐大嘅能量網，點亮咗不滅嘅光。唔係你嘅付出冇價值，而係你嗰個急住要回報嘅心，親手撕爛咗你本來應得嘅好運。當你明白咗呢種同宇宙共振嘅膨脹嘅頻率法則，你可能喺呢一刻會覺得有啲沮喪，
甚至有啲絕望。你會諗，我係一個凡人嚟嘛？我要交租，我要養老，我要面對嗰啲冷漠嘅屋企人同刻薄嘅老細，我點可能做到好似佛陀講嗰種完全冇求嘅境界？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難嘅問題，係大多數人從來都冇問過自己嘅。既然知道要有無求嘅心態先可以開外掛，咁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慾望嘅凡人，點樣先可以呃到宇宙靜悄悄咁改變自己嗰條深層嘅憑謀偏馬？如果我話你知，其實唔使你逼自己放棄一切，你會點諗？你有冇試過為咗一件事或者一個人，連瞓覺都諗住心口好似揸住嚿大石咁唞唔到氣，為咗得到想要嘅結果，你去齊香港九龍新界大大小小嘅廟宇，買最貴嘅香，添最多嘅香油錢，喺神明面前跪到雙膝發麻，後入面不斷重複住同一個願望。你以為自己嘅誠心可以感動上天，但結果偏偏翻企到而行。你越想扭住嘅人就得越發，你越想罩住嘅錢輸得越慘。你一定有怨過，點解我求得咁辛苦，個天都唔肯俾一條生路我？真正嘅心想事成，唔係靠你聲嘶力竭去求神拜佛，而係靠你徹底放低對結果嘅強烈渴望。好多人以為神佛就好似人間嗰啲貪官污吏，或者係一門做生意嘅對象，只要我俾得起貢品，合得夠多頭，表現得夠可憐，神佛就會買一個好運俾我。我哋深信有求必應，將拜佛變成咗一場赤裸裸嘅利益交換。但如果我話你知，神佛從來都唔會因為你嘅眼淚同埋懇求而事實好運，反而你求得越勁，你身上散發出嚟嗰陣濃烈嘅鬼佛嚟嗰陣濃烈嘅鬼佛味，就越會將所有好嘅人事物直接趕走。你每一次跪低求神，其實都係喺度親手推開你想得到嘅嘢。佛經入面有云，佛經入面有云，凡所有世，皆是虛妄。呢個來自金剛經嘅說話，係全宇宙最頂級嘅心理急救藥。用廣東話講，就係話世間所有你睇得見、摸得着嘅結果同埋目標，本質上都係一場幻影。如果你死死盯住呢啲表面嘅傷唔放，你就會陷入萬劫不復嘅痛苦。原來當你將人生嘅喜怒哀樂全部綁死喺阿仔有冇聽過我話，老細有冇升外職，股票有冇升呢啲具體嘅結果上面嗰陣，你已經跌入咗一個極度危險嘅執着陷阱，自己將自己落死。將時間線拉翻去千年之前嘅大唐盛世，古印度嗰個互相不妥嘅靈魂，帶住嗰股強烈嘅求不得怨氣，投胎變成咗一個叫盧生嘅窮書生。盧生由細到大，三個家族嘅目光都壓喺佢身上，佢人生唯一嘅目標就係考取功名做大官，光宗耀祖。為咗呢個求子，佢寒窗苦讀10幾年，每日天未光就起身背書。每逢初一十五，佢一定會去長安城最猛火嘅寺廟上香。佢點樣拜？佢係三步一拜，磕頭磕到額頭流血，流住眼淚對住佛像講：求菩薩保佑弟子今課高中狀元，弟子願一生食素，從素咁身，求菩薩開眼，弟子唔可以輸啊！盧生將人生所有嘅尊嚴、價值同埋希望，全部壓着喺嗰一張科舉嘅成績單上面，但係命運嘅齒輪永遠唔會順從強求嘅人。考咗3次，佢落榜3次，最後一次放榜嗰日，長安城落住大雪，盧生擠喺人群入面，由頭到尾對咗3次個榜，榜上無名。嗰一刻，佢3個人崩潰喺大街上面，又笑又喊，好似癲咗咁。臨終前，佢攤喺一間漏水嘅破廟入面，咳到成床都係血，雙眼空洞咁望住屋頂。佢心入面充滿住怨毒。我一生人拜咗咁多佛，讀咗咁多書，點解個天要絕我條路？佛祖根本就冇保佑過我，佢至死都唔明白，摧毀佢一生嘅從來都唔係考卷，而係佢心入面嗰個巨大嘅章。佢吞噬台中嘅求子，佢帶住呢種極度嘅不甘心同憤怒，再次進入咗無盡嘅輪迴。就好似你喺香港，等緊一個好重要嘅人回復活塞。你發咗段長篇大論出去，然後你雙眼死死盯住個熒幕，你睇住佢游在線上變成最後上線，但偏偏唔會理你1分鐘咁10次重新整理，你嘅心跳加速，胃部抽筋，甚至開始胡思亂想，佢係咪憎咗我？我係咪講錯嘢？你越係執着嗰個藍剔，你嘅狀態就越癲狂，最後甚至忍唔住狂打電話去逼問對方，結果連朋友都冇得做。
又或者好似你買股票，你將全副身家壓落一支你覺得一定會升嘅牛熊證度，你日日夜盯住個報價機，升一格你心跳加速，跌一格你飆冷汗，你不斷喺心入面祈求升啦，升啦，升啦，求下你升啦，但結果往往係你越急住回本做嘅決定就越錯，最後高追低賣，輸到損手爛腳。相反，嗰啲買完就算，放低部電話去做自己嘢，完全唔牽掛嘅人，往往最後會有意外收。盧生對功名嘅執着，同你對個 WhatsApp 難題或者股票戶口嘅執着，喺宇宙頻率上係一模一樣嘅流電行為。用佛法因果邏輯去拆解呢種求嘅代價，其實係有科學根據嘅。極度渴望結果，就會累積匱乏與恐懼嘅業力，最終咁照全盤皆輸嘅果報。當你發出強烈嘅我一定要得到，我唔可以失去嘅念頭，宇宙接收到嘅信號，其實係我而家好缺乏，我好恐懼。宇宙就好似一塊巨大嘅鏡，佢只會回應你當下嘅頻率，而唔會回應你口中嘅語言。你散發出恐懼同匱乏，宇宙就會送更多令你恐懼同匱乏嘅情景俾你，等你去體驗。你越係用力去求，就等於你越用力向宇宙證明我係一個窮光蛋。呢種極低頻嘅業力積聚落嚟，果報就必然係事與願違。你以為死捉轉放係一重心情同努力，其實係一重勒索。放棄控制唔係認輸，放過自己先係最大嘅贏家。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心入面有一重被跌中嘅感覺，甚至眼眶有啲咩熱，唔使驚，因為覺醒通常都係伴隨住痛楚嘅。而家請你係留言區留低4個字。放下執着，我你自己前半生嗰重辛苦掙扎嘅一份接納，更加係一份俾宇宙嘅明確信號。當你親手打低呢4個字嗰一刻，你就係喺同高緯度嘅清淨力量接軌，話俾個天聽，我準備好重開對手，唔再同埋對手，唔再同命運死合啦。古印度富商嘅不甘，唐朝書生嘅崩潰，呢個生生世世被執着折磨嘅靈魂，已經跌落咗最深嘅谷底。但如果唔話你知，呢個靈魂最後一次投胎，竟然嚟咗現代嘅香港，而且就係你同我每日都會經過逼滿返工放工人群嘅將軍澳港鐵站入面，即將迎來一場人生最徹底嘅撕裂同埋頓悟。唔同埋東諗，你有冇諗過點解你次次去旅行、去郊外行山或者去寺廟靜修嗰陣，個心好似好平靜，好似乜嘢煩惱都放低晒，但一返到香港，一逼上至早8點半嘅港鐵，屋企一收到老細屋企人嘅奪命追魂 WhatsApp，你嗰種平靜就會瞬間灰飛煙滅，隨即被無名火同埋焦慮車翻落地獄。你可能以為係呢個城市太過急促，係身邊啲人太過自私，破壞咗你嘅修行，搞到你個人晒一刀咁猛震。真正嘅修行從來都唔係喺深山古寺入面打坐，而係喺你最心煩氣躁嘅日常入面瞬間轉念。好多人以為只要我辭開呢個令人窒息嘅環境，去大嶼山住翻2、3日，或者辭職去個長旅行，我嘅人生就可以重新出發。呢種叫做逃避式修行，係香港人最中意用嘅麻醉劑。但如果我話你知，只要你一日未拆解你心入面嗰個求回報、求關注、求公平嘅定時炸彈，你走到天涯海角，最終都會被同樣嘅煩惱追上。因為你嘅頻率係跟住你個人走嘅。你帶住一個漏電嘅靈魂，去到邊度都會咁照到短路嘅人生。佛經入面有云，佛法在世間不痴世間覺。呢句來自六祖壇經嘅說話，其實係古人留俾我哋最狠最直白嘅一句提醒。用廣東話講，就係話你想覺醒想轉運，你根本唔使走去邊度比賽。你每日面對嗰啲柴米油鹽、冷酷無情嘅人事關係，甚至是令你崩潰嘅屋企人，就係你最好嘅修煉場。原來逃避痛苦並唔會令痛苦消失，只係喺你最痛、最唔甘心嗰一點上面直接面對，你嘅命運頻率先至可以真正大洗牌。故事講翻去一開始同你提過嘅琴姐，當日佢滿頭大汗咁拎住壺靚湯上將軍澳揾個仔，結果換嚟個仔黑口黑面嘅嫌棄同驅趕。琴姐默默咁轉身痴呆下去將軍澳港鐵站。正值收工嘅繁忙時間，月台上面擠滿咗疲憊不堪、面無表情嘅香港人，冷氣吹到琴姐沾滿汗水嘅背脊凍到入心。佢腦海入面不斷盤旋住個仔嗰句：
你俾嘅嘢根本唔係我想要。突然一個人潮衝過來，一個掛住睇手機嘅後生仔狠狠地撞咗琴姐膊頭一下，琴姐手一嘈，嘭一聲巨響，嗰個裝住花膠烏雞湯嘅保溫壺重重咁跌落地下，玻璃內膽粉碎，辛苦熬咗幾個鐘，充滿住佢偉大無畏嘅熱湯，連埋啲花膠同雞肉全部倒瀉喺月台冰冷嘅階磚上面。周圍嘅人立刻瞪開，有人發出嘖一聲嘅厭棄聲，有人翻白眼覺得佢咗敵。嗰一秒，琴姐踎喺地下，望住一地嘅碎片同有膩嘅湯水。按照佢過去幾十年嘅習慣，佢一定會當場崩潰大喊，鬧個仔衰家，鬧將佢個人冇良心，鬧個天對佢唔公平。但係喺嗰個極度喧鬧、充滿壓迫感嘅港鐵月台度，琴姐嘅世界突然靜咗落嚟。佢望住嗰壇枱，突然之間明白咗一個極度殘酷但又冇俾清醒嘅真相：呢壺湯就好似佢呢一生嘅付出，一直以嚟佢都係夾硬將自己覺得最好嘅嘢塞俾一個根本唔需要嘅人，然後死死勒住對方，逼對方感激。佢唔係愛個仔，佢只係極度恐懼自己老咗冇人理，恐懼自己嘅人生冇價值。佢用付出去綁架個仔，揾嚟嘅當然係對方拼死嘅掙扎同逃避。喺嗰一瞬間，跨越千年嘅因果鏈條終於駁通。古印度富商對名利嘅執着，唐朝書生對功名嘅狂熱，琴姐對仔女嘅操控，呢個生生世世被逃不得折磨嘅靈魂，喺將軍澳港鐵站刺眼嘅光管下，終於迎來咗徹底嘅撕裂。琴姐慢慢企起身，佢冇喊冇執翻啲碎片，只係平靜咁同考米利嘅清潔阿姐講咗嗰句唔該幫手清咗佢，我唔要啦。然後佢轉身行入車廂。嗰一刻佢拔走咗插喺自己身上幾十年嗰條漏電嘅線，佢覺得自己前所未有咁輕易，就好似你喺夏天嘅街頭突然遇到一場傾盆大雨嘅黑雨警告，你冇帶遮，第一時間一定係抱住個頭狂奔，心入面係咁鬧，點解個天要落雨？點解我咁黑仔？你一路跑，一路覺得好狼狽，好辛苦，對抗緊呢場雨。但當你全身都濕透嗰一刻，你突然停低腳步，發覺其實避無可避，於是你慢慢行。當你唔再抗拒場雨，場雨就只不過係水滴落喺你身上，你仿而覺得有一絲清涼。琴姐放棄咗去求個仔嘅愛，就好似你放棄咗喺暴雨中掙扎。當你唔再逼世界按照你嘅劇本走，命運嘅枷鎖就自然解開。用佛法因果邏輯去拆解呢個瞬間，就係全宇宙最強大嘅改命機制，覺察當下嘅執着，放棄對抗與索取，業力鏈條瞬間切斷，騰挪就會重置。當你唔再執着要改變別人，唔再逼個天俾個公道你嘅內耗就立即停止。宇宙就好似一個嚴格嘅校官，當佢睇到你唔再係同一條死胡同入面死纏爛打，嗰啲原本準備懲罰你索取嘅厄運，就再揾唔到降落嘅着陸點。你接受咗他不愛我或者努力未必有回報呢個事實，反而係切斷咗惡性循環嘅第一步。你不求，世界反而開始向你傾斜。你以為放手係失去一切，其實放手先係你真正攞翻人生主導權嘅開始。琴仔嘅故事，亦都係無數香港人嘅縮影，交個解角，留個深夜為咗啲永遠都得唔到嘅嘢流盡眼淚。當你明白咗呢個因果機制，你可能會問：咁我之前受嘅咁多苦，流過嘅咁多眼淚，真係白白浪費咗咩？難道我前半生嘅委屈就真係一筆勾銷，連一句道歉都得唔到？但如果我話你知，你前半生經歷過嘅所有背叛、冷漠同埋傷害，其實全部都係宇宙為咗今日嚟一場覺醒，而精心為你鋪排嘅局，你會點諗？我知道你心入面仲有一絲唔忿氣，覺得自己付出咗咁多青春同心血，點解到頭來好似做咗一場傻事？但放低唔係認輸，而係你終於拔走咗插喺自己身上嗰條漏電嘅線。好多人以為人生嘅苦難係一重懲罰，係因為自己上一世做錯事，所以今世要還債。呢種宿命論令到好多香港人昔日覺得自己命苦，覺得自己係受害者。但其實宇宙從來都唔會無端端懲罰一個人，宇宙只會透過痛苦去提醒你行錯路啦。如果你唔聽，佢就會加大個痛苦嘅音量，直到你痛到肯放手為止。你身邊嗰啲忘恩負義嘅人，嗰啲令你崩潰嘅處境，
其實全部都係你潛意識請翻嚟嘅反派演員，佢哋任務就係要逼你面對自己內心最深處嗰個匱乏嘅黑洞。回望呢個跨越三世嘅靈魂，古印度嘅互相不妥，為咗求名求利，用盡千金點燈，結果換嚟狂風吹熄一切嘅絕望。大唐嘅書生老生為咗求功名光宗耀祖，磕頭流血，最後喺破廟入面吐血而亡。直到現代香港嘅琴姐，為咗求個仔嘅愛同回報，喺將軍澳港鐵站跌碎咗嗰壺女火湯。呢三個身份睇落去隔咗幾千年，但其實經歷緊同一個靈魂課題。佢哋都以為只要我用力去執，就會得到，自到養爛就會得到。但係宇宙嘅法則係公平嘅，佢用咗3世嘅時間，一次比一次更痛嘅方式去打醒佢。你人找不放嘅嘢，永遠都唔會真正屬於你。父親嘅名利係虛妄，書生嘅功名係虛妄。就連琴姐以為最偉大嘅母愛，如果摻雜咗控制同索取，都係一重虛妄。嗰壺跌碎咗嘅湯，唔係個天對琴姐嘅懲罰，而係宇宙對佢最深沉嘅慈悲。因為如果壺湯冇跌碎，琴姐就會繼續沉淪喺我為你好，你要感激我嘅無底深淵入面，繼續互相折磨多幾十年，痛到極致先可以大徹大悟。佛經入面有云，佛嘅入面有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呢句金剛經最後嘅結語，就係晒個改命頻率嘅終極答案。用廣東話講，就係話呢個世界上所有你刻意去追求、去做咗、去強求嘅嘢，就好似發夢水泡、朝露同閃電一樣，轉眼就冇，你根本捉唔實。原來，當你肯徹底承認自己對命運係無能為力，肯放棄去扮演一個好人或者受害者嘅角色嗰陣，你先至會見到人生真正嘅出路。就好似你平時喺屋企打緊機，你遇到一關好難打嘅 boss， 你死咗10次、100次，你越打越猛，手掣都差啲掟爛，但依然過唔到關，直到你攰到極點，攤喺梳化度嘆一口氣話：算啦，唔打你嗰一係，而放低咗個手掣，你嘅心跳慢慢回復正常。你突然發現窗外嘅晚風好舒服，你發現其實打唔打得爆機根本唔影響你嘅真實生活。你之前嗰重痛苦，只係因為你太過入戲。人生亦都係一樣，你之所以覺得苦，係因為你太想喺呢場叫做人生嘅遊戲入面嘅。你想要愛，想要尊重，想要回報，但當你終於明白呢一切只不過係頻率嘅共振，你就會慢慢收起自己嗰重充滿攻擊性嘅企圖心。你依然會去愛人，依然會去返工，依然會煲湯俾屋企人飲。但你嘅心態唔同咗，你煲湯，只係因為你當下想煲，對方飲唔飲，倒落洗碗盤定係讚好飲，你都唔會再有任何情緒波動，因為你嘅心已經安在自己入面，唔再需要依附喺人哋嘅反應之上，接受一切發生，切斷執着因果，重獲靈魂自由。唔係你放棄咗個世界，而係你終於肯放過嗰個一直以嚟遍體鱗傷都唔肯重手嘅自己。如果睇到呢度，你而家心入面有一啲感觸，或者覺得一直執住心口嗰個大石輕咗少少，請你係留言區留低一個阿彌陀佛。每一個阿彌陀佛都係一份對自己嘅承諾，承諾由今日開始唔再用匱乏去勒索人生，讓一切自然發生。其實呢個世界從來都冇愛過，所謂嘅愛過只不過係你將一直向外求嘅眼光收翻入自己個心度。當你不求嘅時候，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夜深啦，聽日嘅太陽依然會升起，港鐵依然會升起，港鐵依然會咁逼，生活嘅瑣碎依然會繼續。但係經過今晚，我知道你嘅內心已經有咗啲唔同。你唔需要立刻做到完美，亦唔需要逼自己即係原諒所有人。慢慢嚟，試下喺每一次覺得委屈嘅時候，深呼吸，將條天線撥翻去冇求嘅頻道。答案其實一直都喺你自己心入面。今晚早啲抖，一切都會過去嘅。